番勸境道理講完，菩薩修行要記住兩點：心要理想，不受外境干擾。該做什麼就做，不變體性。心也會受外境影響偏人，應當親近好的善妙因緣。心應受成隨緣正義專，應現實法界因果差別。不變是體守住那清淨，隨緣是用順應那內境。這兩個原則要牢牢抓住，修行路上才能調整自己嘅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中道之理用於修行間。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菩薩道中調整不偏。憶念惡法感惡道果報，是為善業得人天福多。緣起四大正義成要爬，六道萬行成佛國莊嚴。不變是體守住那清淨，隨緣是用順應那內境。這兩個原則要牢牢抓住，修行路上才能調整自己嘅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中道之理用於修行間。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